你是我藏身之处。各位亲爱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咱今仔日读圣经，读到诗篇32篇，咱拢照着即个顺序来读。这拢总伫过去所讲到遮个诗篇，拢是大笔所写的诗。大笔，伊的一生有真侪值得咱来学习的，因为有真侪看见伊对上帝的敬虔，但是有搁较侪看见伊伫上帝面前的认罪。也因为安尼，所以伊常常伫犯罪了后，成做迄个上帝所疼、怜悯赏赐的人。咱今仔日也要搁一摆对32篇，咱来看大笔所写的即个教示的诗，伊到底咧教咱甚物货？伊用甚物货要成做咱生命中间的帮赞甲快乐？伫即个咱所读的即个32篇，若是汉字本的，伊第一个伊讲到认罪得到赦免。大笔伊所讲到的就是认罪得到赦免。我今仔日也用你是我藏身处来甲咱做伙来练练。伫旧约无论是民数记，还是约书亚记，民数记35章，还是约书亚记20章，内底拢有讲到一个物件，一个足特别的名词，叫做逃城、逃城。有一个名词叫做逃城，然后伫民数记、约书亚记内底分别拢记载着，伫即个约旦河边，爱伫摩西了后的时代，爱设6个逃城。即6个逃城拄好伫即个约旦河的两边，一边3个，一边3个。然后即个逃城伊有一个足特别的意思，就是即个逃城。即个“逃”伫原来的意思，伊是一个收缩、吸引，也是接受、接纳的意思。伊所讲的是甚物？伊所讲的就是，当你若是无细字，标工的袂使哦。你若是意图或者是故意去谋害别人，即种的袂使。但是假使你若是无细字，伫迄个中间害死人，你会当走去佗？走去即个逃城，所以即个逃城伊有一个足特别的意思，就是讲，若有人伊一开始毋是故意的，不是预谋的，伊会当伫迄个中间，就算讲伊杀死人、犯罪了后，互伊有一个所在通去。我想有一个物件可能真趣味，毋知咱有人爱耍围棋无？围棋咧行的时，是毋是一个椅仔？有4条路，拄好上下左右嘛，4条路。若咧学围棋的时拢会讲你着爱踢3条路，然后安怎放1条路？是安怎要安尼？因为你若无放迄条路，你硬要家伊拄甲死的游戏，伊会伫你所位的中间，甲你找破徛，然后突破。若无，伊就是规盘总输。但是你若放1条路，互伊会当走的话，至少会当控制场面。我想即个逃城伊也有一个意思，真亲像安尼。伫圣经内底所设立即个逃城，是因为希伯来人伊有为着兄弟报仇的责任。比如讲，我的兄弟若是去互杀死，我做兄哥的爱安怎？爱负责替我的小弟报仇。但是假使即个杀人的动作发生的时是一个意外，比如讲啥物款的意外，我着甲杀一个伊全跋了。我本来毋是调工的，我毋捌伊啊。我毋是调工要甲害的。若是安尼，即种人伫旧约圣经内底，都有机会会当走去到今仔日咱所看的即个逃城的所在，互伊有1条路通行。但是假使你杀人是调工的，比如讲，我着看迄个甚物人看伊足册。我已经伊结婚记足久，我对伊结婚也记足久啊。然后我已经嫁过10年，我已经嫁过10个月，搁过5日，然后要甲杀好死。即种的敢会当走逃城？即种的就无迄个资格走去到逃城。但是当你若有资格会当入去到逃城的时，即个城是负责会
当互你有一个所在通立，互你有一个所在通去。然后，若假使有人来找冤仇的话，袂使伫岛城的内底来杀死即个人。假使即个人若无伫城内，伫外口，若发生啥物代志，迄是另外一回事。但是假使即个人已经走入来到城内时，你着爱留伊一条命，留伊一口气。即个岛城所讲的是即个意思，但是伫即个岛城内底，嘛毋是讲起来着完全拢总无代志。即个岛城一个真重要的意义是在于，假使你若是无识字，你若是无小心犯罪，无小心杀人，你爱伫即个中间求赦免、求原谅，这是岛城的意思。若是到伫现代敢有岛城？伫法律上是毋是嘛有岛城？信仰上、服侍上，以及咱的生活上，敢有需要即个岛城？有时人伫所行的路，真济时有迄款，我毋是刁工的，但是无识字所造成的结果，互人伫迄个中间损失真重。无论是去共害着的，也是去互害着的，常常拢有即款的情形。那法律上的岛城有一寡所谓的庇护所，真济时伫迄个监甲关了出来时，要进入社会，拢有一个叫做啥物货？中途之家。咱当时较捌听着即个故事，咱敢有听着即个故事？无听着即个故事。咱有时伫迄个中途之家内底，会看到真济人，伊伫两个无共款的世界，跨过那个灰色地带的时，因为有即个中途之家，互因有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。伫信仰上，咱嘛需要有咱的岛城，因为咱甲上帝之间的关系，有时毋是拢亲像咱所想的，一世人拢遮尔个顺遂。咱嘛捌听到有人伫迄个中间。伫过去可能犯罪，然后佫转来。咱敢知影台湾有一个牧师，伊后来做拓荒神学院的院长。即个牧师叫做吕代豪。敢捌听过即个牧师？吕代豪。即个吕代豪牧师，伊是竹联帮的杀手。伊本来是竹联帮的伊上界有名的就是，伊伫迄落帮派当中对决的时发明一项物件，就是因人较少。要拍对方人较济，结果伊专去用德哥斗菜刀，去甲人相杀。所以德哥斗着菜刀杀落人还袂来，就拢不死了了。所以伫迄个中间不死一个。伊后来非常厉害，因为伊咧共讨笑，无迄个讨无的竹联帮的杀手，即个人伫足侪信仰的见证典管，你会当去网络找，包括毋知是。东升的一个啥物节目嘛，捌甲伊访问，伊有两个查某囝，伊嘛是两个阿三个，因查某囝也做见证讲，阮老爸从阮捌代志第一件代志就是教阮开枪，教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开枪，这就是伊的背景。但是伊后来做牧师，伊甚至做着一个新行业院长，伊对啥物货无够，对着迄个。住伫监狱内底遐个人非常一套，因为伊非常清楚，伊行过迄种。信仰上嘛有一个岛城，服侍上呢嘛需要有岛城。有时人伫教会，人伫生活，人伫家庭中间的服侍会忝，会野心，会服侍到一个地步，发现讲我到底在做啥物货？我是为谁辛苦，为谁忙？无用到一个地步，毋知影家己咧创啥，所以当即落时，伫咱服侍的顶悬，嘛需要有一个岛城，有一个通休困的所在，有一个通休喘的所在，有一个会当静静停落来，听家己心内的声讲，我真到底咧做啥物货？我是做啥物货做毋对？假使我若爱悔失的求赦免，我着爱甲啥物人悔失的？赦免，有时生活顶悬嘛真济人需要即款的岛城。
毋免讲伤济，干若讲伫家庭内底煮饭洗衫就好，干若煮饭洗衫，就会当洗甲手闹着。煮饭洗衫，就会当一支手就会叮当，洗甲袂叮当。啊，搁毋知影是安怎，真个鼎一支比一支较好，一支比一支较重。干若洗迄个鼎吼，就洗甲手嘛要疼死。即个我足有感慨。前阮牧师娘手着伤了吼，拢我咧洗碗边啊，啊洗甲吼，即换我手嘛咧疼，所以我拢叫阮祖囝去洗。生活嘛需要有一个导向，爱有一个会当哮喘、会当味的所在。但是我要问一个问题：假使你若要逃，你要逃去佗？你有缀人去无？假使你讲你今日无要洗碗，无要煮饭，有饭人食无？假使今仔日咱讲教会服侍有够叮当，想要停落来哮喘一下，有人通摕无？假使今仔日咱伫法律上有得失人，有对不起人，有欠亏着别人，有所在互咱停落来，会当解释无？咱的生活需要有一个导向，咱的生活需要有一个，就算讲全世界拢误会我，但是阁有一个，互我会当去的所在。就算讲我得失人，嘛互我有一个机会，人来回实的。今仔日咱所读诗篇32篇，大笔伊的祈祷，伊所讲的，就是这。第一节伊就讲，得失得到赦免，罪过得到遮扛的，即人有福气。大笔是伫即个中间，伊毋是用替家己辩解，讲我无做，伊嘛毋是替家己来讲起我所做的无毋对，伊是伫即个中间来讲，假使我若有得失人，但是我会当得到互人，我会当得到别人的赦免。假使我有伫上帝面前有罪过，但是我会当得到遮扛的，即个人有福气。请你会记住，32篇第1节就已经讲出大笔伫即个中间伊上界重要的心声，因为伊伫即个中间第一个承认是迄款得失互人赦免的，罪过互上帝遮扛的，即种人有福气。伊大声承认伊家己所做的毋对，伊伫生活、伫信仰顶悬，拢向上帝来讲：上帝啊，伫你的面前，我无算有罪，我的心无奸诈。就算讲我有得失人，我毋是假冒要害人，我毋是刁工要安尼做，但是啊，即款会重担心内的痛痛。伫第3节，大笔写甲足清楚，伊讲：我静静的时，我的骨头孤单，因为遮个物件，互我伫生活顶悬已经喘袂过去。但是感谢上帝，伫第6节伊讲：但是你赦免我犯法的罪，所以因为安尼，既若虔诚的人伫通找着你的时，就记到你。所以当人伫迄个中间有欠亏，上帝第5节，耶和华承认我的过失的时，伫迄个中间重新得到赦免。我想今仔日咱伫即个中间所学习的，毋是为着家己来辩解。今仔日咱所学习的，毋是讲家己所做的无毋对。今仔日咱所学习的，是代表愿意伫人甲上帝面前承认伊的无够、欠亏甲过失。无论伊所做的到甚物款的程度，伊是伫即个中间恳求上帝对伊所犯的罪来赦免一切。所以到第6节、第7节，特别是第7节，伊讲甚物？你是我闪避的所在，你要保佑，你要庇佑我脱离艰苦，你要用得救的我性命来为我，因为上帝啊，你是互我闪避的所在。我想，当大笔伫32篇内底，伊讲起上帝是伊闪避的所在时，咱会当搁一摆回想伊所行、伊所做的是甚物？
伊所行、伊所做诶，检采伫咱过去伫圣经内底，咱看见，伊甲扫罗要甲杀，伊甲伊家己诶囝，含伊诶囝嘛要起来甲杀。伊伫迄个中间，伊为着要算小迄个以色列内底有偌济兵丁，有偌济军力，伊倚靠人无倚靠上帝来得罪上帝诶时，伊是倒来到伫上帝面前来求赦的。咱敢会记进前所读到的，伊所犯的罪去算小遐个兵丁有偌济，伫以色列内底刀举枪的人有偌济，然后最后得罪上帝，上帝甲伊讲：我互你3个警察。是安那伫上帝面前，迄款的责罚是遮尔的明显，我互你3个警察，然后最后大笔经啥？瘟疫，对，3日的瘟疫，因为伊讲，我甘愿落伫耶和华上帝的手，我嘛无要落伫人的手，我无要互人追杀，我甘愿要互上帝来责罚，因为上帝是啥物？是慈悲怜悯的上帝。我甘愿要转来到伫上帝面前来靠赖我的上帝，承认我的过错。我想今仔日咱所读的也是安尼。伊伫迄个中间到伫第8节，伊讲：我要教示你，指示你应该行的路，我要注目看你来劝戒你。好，代表伫迄个中间讲起上帝是一个要指示人，互有一条活路通行的上帝。伊的责罚是为着要互人行伫正路，伊的责罚毋是为着要毁灭人，伊的责罚是要互人知影家己所做的无够，家己所做的欠缺，然后要重新去找到迄个上帝所欢喜的。所以到伫第8节非常重要的一节，伊讲上帝要教示，要指示我着行的路，只要我愿意悔改。悔改伫希伯来文的内底。并无悔改即个字眼，悔改意思是啥物？原本的意思是啥物？转向，转向。我本来向东去，但是即个方向毋对，所以我爱悔改，我着爱安怎？转向，换一个方向，着爱换一个方向，因为即个方向毋是上帝所欢喜的，即个方向毋是上帝所应允的，行即个方向无法度得到人。上帝所赏赐人的幸福，所以爱转向。但是伫迄个中间，人若一直通过咱的环境，无法度得到好的学习，无法度得到好的教示来转向的时诶，第9节伊讲起，毋通做迄个无知的人。若是圣经内底伊讲，毋通亲像马骡，因无知识。着用马加强、马力索约束伊。假使人若愚戆，无法度听上帝的话，所以着爱用迄个马加强，甲套伫迄个马仔的喙，然后拖伊的头来行，然后爱用马力索，甲伊按着，按着迄个目睭，望伫遐乌白看，看到即个好，着要对遮去；看到迄个好，着要对遐去。上帝爱咱。伫迄个中间听伊的声，看见着头前所着行的，直直行去。问一下爱行倒面，一下爱行正面。今仔日代表伫即个中间，伊用马加强、马力索来比拼讲，愚戆的人就是需要用即款的情形，然后互伊找到伊应该爱行的方向。所以毋通安尼做，爱听上帝的教示。通过伫生活顶悬咱所拄着的环境，伫苦难中间对伊的哀求，重新来问讲：上帝啊，你爱我安怎做？毋是照我的意思，乃是照着你的意思。最后才有法度伫11节内底，也是伫第10节、第11节，伊讲：歹人受济济苦难，独独倚靠耶和华的人要有慈爱死力为伊。是安怎歹人有济济苦难？因为迄个功课学无成，就是伫遐中间。但是我想嘛，真侪人咧讲，敢安尼？我较会看迄个歹人，像迄一世人拢足顺遂的呢。伊爱啥有啥，讲啥得啥。啊，我毋是拢听上帝你的话吗？
但是安怎我一世人亲像拢伫苦难内底，安怎说安怎胖，我着行袂出头。检测咱的生活顶悬有即种埋怨的声，检测咱伫目睭前所看见的有即种无共款的经验，但是毋通袂记住。到伫第一节11节，伊讲起义人啊，着因为耶和华来欢喜快乐，心正直的人啊，你着出欢喜的声。伫今仔日重点毋是歹人伊所要拄着甚物款的境遇，伊要有拄着甚物款好的物件。今仔日重点是，咱是毋是当诚做迄个义的人，心正直的人，听上帝的话来行出咱欢喜的道路。你的欢喜比歹人的受苦，还佫较值得人来快乐。无论今仔日你所拄着的，还佫是重担，也是欢喜，但是你的欢喜，才是真正实在佫重要的。若是安尼，你要倒去倒？有个人讲，若是现在的稻城，就亲像教会。教会应该爱扮演一个现代稻城的所在，一个有包容、接纳，一个有吸引人来，然后互来的人通伫一个中间得到安慰。但是真可惜，咱常常对教会有即种的期待，但是常常伫教会内底找无即款的物件，因为咱有时啊来到伫教会中间，人的话语、人的行为，有时啊颠倒互人伤心，佮跋倒。有时啊想讲，我就是要来教会来找一个通闪避的所在，无像着入来到内底，大家拢是为着代志闪避来到遮的。所以每一个人拢有秘密，每一个人拢有一个艰苦的所在，每一个人拢有背后的一支刺，甚至有一个痛痛的伤口未忘记。所以有时啊，伫教会内底，因为真侪受伤的人来到伫即个所在，所以当你摸着伊的伤口，摸着伊痛痛的所在，摸着伊敏感的所在，一句话就伊个得失人，一个行为，就伊个互人伫遐跋倒，一个物件，就互人伫遐伊个开始骄傲。上帝啊，你毋是讲教会是奉你的名设立的吗？是安那来到遮的人，遮尔咧无听信。亲爱的兄弟，咱对教会有真侪期待，咱期待会当来到教会，亲像走入一个稻城内底，侪侪人会当来了解我，侪侪人会当来知影我，侪侪人会当来伫即个中间来看见我的需要甲欠缺。但是咱却伫即个所在，是哪行哪无法度找出一条新的路。美国有一个牧师，伊讲起，这是南美浸信会一个牧师，伊讲教会功能，假使若无法度来运作失调，伊归纳出来有7个原因，这是伊的研究，伊研究的结果。伊讲第一个，就是因为教会内底有一个错误的心态，一个以上的错误的心态。迄款错误的心态，互人对上帝，互人对教会，甚至咱所徛在的所在，有一个错误的期待。所以因为即款错误的心态，互教会无法度伫即个中间，成做一个信仰的教会。第二个，伊讲着一个真特别的，伊讲着一个教会内底伊的功能若无法度发挥，是因为教会内底即个牧师啊，常常咧换，常常咧换。换的原因有真侪种，换的原因有可能是即个牧师无好，无适合即个教会；嘛有可能是即个教会无适合即个牧师；嘛有可能是伫即个中间，牧师无迄个能力来牧养即个教会，然后最后递到即个教会常常就咧换牧师。所以，假使伫即款的情形的内底，有真侪时嘛无法度互一个教会发挥一个功能。当然，遮所讲教会功能，绝对毋是万能。毋是一个教会要发挥功能，就是因为伊啥货拢会当做，对头到尾，对死对出世一直到死，从出生到死亡，所有的物件伊拢会当做甲足好。
我想每一个教会拢有伊的特色，拢有伊需要的所在，拢有伊伫迄个中间会当做了真好，总是嘛有欠缺的所在。第三项，伊讲起一个教会功能是安怎无法度发挥，是因为教会内部经历着严重的冲突。因为伫教会内底有人甲人之间的冲突，所以互即个教会无法度健全发展，互真侪人伫迄个中间无法度造就伊的信仰，无法度坚固伊的眼目，无法度坚固伊所要行的道路，以及一个教会所需要做的事项。第四项，伊讲起着一个教会功能的失调，是因为伫社区内底真少有人知影即间教会的存在。所以，假使是安尼，即个教会亲像甲外口的社区，诚做一个隔阂，诚做一个隔断。所以，即个教会诚做一个封闭的教会，即个教会门毋捌对社区来开。第五个，伊讲着社区伫即个中间在中大，但是教会却伫即个中间在求退，所以教会功能无法度发挥。这啥物意思？意思就是该中大的无中大，伊无对着即个环境来变化。最后一个，伊讲着一个教会功能的失调，是因为教会是互一个家庭，也是一个家族，互因来经营，来伫即个中间来运作。所以，假使一个教会是诚做一个家族化的教会，一个家庭化的教会，所讲的家庭就是内底所主位的人，拢总是因兜的人。我想即个教会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。我想今仔日咱伫即个中间，也搁一摆来思考。今仔日咱真侪人拢意爱伫咱生活顶悬来找着一个会当导向的所在。但是咱是毋是真正有能力伫咱现代社会来起造一个互人导向的教会？我想这是一个完全无共款的功课，嘛是完全无共款所要学习的。因为有个人伫迄个中间是期待讲，你着爱设立一个所在，互需要的人来导向。然后有个人是伫遐咧想讲，我真意爱会当找着一个教会通去。但是，即个教会通去的，是爱符合着我的需要。我想讲真侪时，咱拢伫即个中间来拄着真侪冲突。咱来到伫教会中间有真侪的期待，咱来对牧师有真侪的期待，咱对长老有真侪的期待，咱对每一个服侍的人拢有真侪的期待。因为大家拢认为讲，即款的期待就是要互教会搁较好，但是其中却欠缺一项上界重要。就是当人伫即个中间有所期待的时，你是毋是也愿意成做服侍的人？当你期待即个教会中间会当互人有安慰、去引人，会当互人伫即个中间来得到起造的时，你是毋是也有欢喜成做迄个起造人的人？今仔日咱伫即个中间来期待教会会当成做一个搁较好、搁较水的教会时，但是咱是毋是嘛有期待咱家己就是要成做迄个教会的石头，互教会因为我的服侍来得到帮助。无论是伫旧约内底所讲的道声，也是伫今仔日咱所读诗篇32篇即个大笔的祈祷，人做得到赦免。请咱拢爱会记即有一点真重要的。就是即个道声以及代表的即个祈祷，毋是一个终点，它不是终点。伊毋是讲我伫遮祈祷了，讲上帝啊，你赦免我所有一切的罪，然后故事就伫即个中间，从此王子与公主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毋是，无论是道声，也是代表的祈祷，拢是爱伫即个过渡时期求上帝赦免，然后呢？互我找到一个新的路站，头前来跑走。即个道声甲32篇的祈祷是一个过程，就是咧，互人暂时来到伫上帝面前求平安、求赦免，互我通比的所在。但是当你来到伫上帝面前来比、来恢复的时，你爱重新去找到你头前所要跑走的路标，你爱继续行。
因为你的人生还袂结束。教会嘛毋是你伫即个中间所期待，会当互你伫遮拄着一个安全的所在，互你完全平安美伫即内底。教会是爱互你重新得到快乐、帮助、向头前跑走的所在。教会积极的作为，毋望咱每一个人拢伫即个中间做伙来参与。教会积极的作为是要提供生命的答案。莫看即句敢若足简单。今仔日假使你是食真济货，然后你的人生满足，你建立真济的家业，你有真济的囝儿孙，互你的生活日子满足，我想你可能感谢上帝。但是当咱看见有人还搁伫年轻少年的中间，就丧失伊的性命，甚至是伫迄个中间来看见真济无公平的对待的时，有时啊，咱会问：上帝敢真正公平？来到即个世间，敢若有着受苦吗？就是教会爱伫即个中间来提供每一个无共款的性命，有无共款的答案。你的答案，你人生的答案，甲我人生的答案，无一定会共款。第二项，教会所要提供的是人生的方向。来到教会是要互人得到歇喘，重新伫十字路口找到方向。但是你毋是一直咧住伫即个所在，你的心爱继续往头前来敲找你的上帝。你爱伫你的信仰甲你的生活顶悬，继续看见上帝奇妙的作为。咱伫咱所要行的路顶悬，还阁有真济咱得无到，还阁爱头前来拍拼。然后教会爱成做一个供应生活动力的所在。看到真简单，实际上是真困难。因为大部分来到教会中间，拢有一个期待，我会当伫即个中间得到休喘。但是毋是为着后一站的路站会继续来跑走。最后一项，教会积极的作为，爱互心灵伫即个中间得到满足。即款的满足超越着咱的环境，即款的满足超越着咱伫外口世间的工作，即款的满足也超越出人甲人之间的比较。即款的满足，独独是你甲你的上帝所要找到的答案。伫即个中间所要找的答案，人真济人开费一世人的时间伫找找，那你呢？我呢？咱嘛继续伫跑走。愿上帝帮助咱，当咱伫咱人生所行的路站拄着需要休困的时，有多少人去？当咱需要休喘的时，有基入溪通休；当咱伫人生所行欠缺的时，有上帝通找。愿你的上帝也正做我所超找的上帝。愿我所领受的上帝，也要甲你分享正做你生命中间的上帝。咱三个来祈祷。听阮的天父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前，搁一摆摆咧，阮会感谢，因为阮知阮所行的路站，有时真济照阮家己的意思。总是当阮行到无路人行的时，阮才搁一摆来想着你。主啊，求你赦免阮，赦免阮所做的，求你赦免阮，也怜悯阮，互阮通伫阮超找你的时，通超找着你。主，互阮伫即个中间，重新搁一摆来看见你伫阮生命中间的分量。阮要将你摆伫阮中间的第一位，阮无要听候你来找阮，求你帮助阮，互阮来找你。阮安尼祈祷，感恩，恳求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